為咗迎接五一黃金週，九巴推出全新開篷巴士線，途經昂船洲大橋同青馬大橋，等乘客感受大橋嘅氣勢。張俊熙講下：坐上開篷巴士，上公路，走出市區。呢一條叫做天際漫遊嘅 HK2 線，第一次以開篷巴士遊大橋，令到遊車河體驗層次又再升高。除咗俾大家唔使隔住塊玻璃，親身感受世上其中一條最大跨度雙塔斜拉橋昂船洲大橋，仲可以喺香港知名嘅行車鐵路兩用吊橋青馬大橋上睇海。新線星期六就有得搭啦，每日挨晚至夜晚服務，俾乘客欣賞日落同夜景。巴士上大橋都會比較大風㗎，就算有好風景，想打卡都唔好企起身，坐定就最安全啦。HK2 車費58個4，以九龍站為總站，亦都會途經尖沙咀廣東道同埋油麻地等旅客景點。九巴話，現有行走彌敦道同埋黃大仙等九龍景點嘅 HK1 大受旅客歡迎，淨係喺農曆年初一至初五嘅乘客量就錄得超過2萬人次。咁我哋相信呢，即係喺九巴喺旅客呢個嘅客量嚟講呢，個升幅呢都係即係可能係差唔多相若。咁但係我哋會繼續努力啦，希望爭取能夠多啲服務到旅客嘅機會啦。咁所以我哋今次呢開辦咗即係黃金週之前啦，開辦咗今次呢個嘅新嘅一個嘅天際漫遊 HK2 嘅開篷巴士路線。咁希望呢係增加咗我哋對旅客嘅吸引力同埋服務啦。九巴亦都已經加強前往高鐵站嘅路線資訊，黃金週期間亦都會喺口岸巴士線加派人手協助乘客。有線新聞張俊熙報導。